太陽充沛嘅早上，踏進紅海呢個地方，欣賞海邊風光美景，確實係人生難得嘅休閒享受。但由於行程緊密，能夠逗留喺紅海嘅時間就淨係得1日。要喺咁短嘅時間裏面發掘紅海呢個未被完全開發嘅天然寶藏，就要從唔同嘅角度窺探紅海獨特之處。位於以色列最南端嘅紅海，係以色列第4大城市以拉他中最著名嘅暢泳天堂，亦係以色列、埃及同埋約旦3國嘅交界點。要全面欣賞紅海嘅迷人景緻，置身喺紅海中就係最佳選擇。如果你喺紅海租船出海嘅話，你會更加近咁樣見到約旦嘅。喺一望無際嘅紅海入面，靜靜咁聽住海浪聲，吹住海風，心情輕鬆自在之餘，仲對以色列呢個生機無限嘅國家多咗一份溫暖嘅感覺。喺呢個充滿旅遊歡樂氣氛嘅紅海背後，亦有一段為人熟悉嘅苦難傳奇歷史。喺以色列嘅古典中，記載以色列人喺埃及做奴隸，足足有430年。當時摩西被神指示帶領苦難中嘅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逃避追兵，直至嚟到紅海，摩西得到神賦予嘅能力，將紅海分隔開，令以色列人行喺海中乾地上面，離開充滿痛苦回憶嘅埃及。深思住呢段紅海嘅傳奇歷史，感受到往昔嘅紅海係脫離苦難嘅出口，亦係開展以色列人繁衍世代嘅新一頁。今日嘅紅海每年都吸引數以百萬計嘅遊客嚟到呢度享受陽光與海灘。魅力非凡嘅紅海，水清沙幼，長年水溫都係20度以上，而多姿多彩嘅海底世界更加係紅海嘅標誌，仲被名為世界潛水天堂嘅美譽。好多人都話嚟到紅海唔嘗試一下潛水就辜負咗做物主嘅美意。我當然唔會放過今次嘅機會，獻出我嘅第一次展開海底探索旅程。紅海嘅海底咧，又叫做海底伊甸園。一陣間我會親身咁落去體驗一下。而家咧，佢哋咧就為我預備嘅啲潛水裝備。為咗方便旅客有機會潛入海底，欣賞海底嘅奇妙世界，喺紅海沿岸就有唔少出租潛水用具嘅地方。無論你係屬於邊種類型嘅潛水發燒友，想到紅海唔同水深嘅潛水區域，呢度出租嘅潛水裝備可以話一應俱全。但若果好似我咁係潛水初哥嘅話，喺潛水之前，呢度仲有教練講解潛水嘅秘訣同海入邊溝通手勢。對於我嚟講，每個手勢就好似救命招式咁，朝朝都要小心咁記住。Okay, I don't want you to try and go up by yourself. No, with the nose. Try and blow air out of your nose. OK Okay? OK。 一切準備就緒，就可以出發到潛水區。孭住30磅個仔啊嘛！今次到達嘅潛水區位置非常之接近埃及嘅他巴邊境，係兩地陸路互通嘅出入境關口。唔少旅客會選擇利用呢個邊境關口，一次過去晒以色列同埋埃及兩地旅行。呢個潛水區叫珊瑚灘，以色列政府為咗保護呢大生態環境，亦喺岸邊設置路牌，提醒旅客只可以喺劃定嘅潛水區進行潛水活動，仲嚴禁旅客破壞或者攞走任何天然資源。
而家要落去下底睇下紅海嘅海底啊，好緊張啊，同埋呢個好重，我諗我可以得嘅。而家落去咯。就算喺岸上邊已經了解一系列潛水呼吸法，教練都會嚴格要求潛水初學者喺淺水區進行一輪練習，成功掌握當中嘅竅門，先可以真正潛入海底，窺探呢個水中伊甸世界。紅海水深超過2000米，而海水能見度非常之高，平均有30米。但我呢個初學者只能夠潛入大約6米深嘅海底，欣賞呢個紅海水世界。擁有豐富天然資源嘅紅海，最大特色就係有大量豔麗奪目嘅珊瑚。其實珊瑚本身係好脆弱，需要喺水溫13度以上嘅環境下生長，而紅海嘅優良環境成為珊瑚嘅安樂窩。一直以嚟，喺好多電影或者電視專輯都知道海底世界係好靚，但今次真係親身潛入海底，先發覺呢個無污染嘅水世界，原來比我想象中更加靚，絕對係名副其實嘅海底伊甸園。喺我心目中，海底嘅主人係珊瑚礁同埋七彩繽紛嘅魚類，而我就好似一個天外來客咁，走入佢哋嘅生活。當一大群五顏六色嘅魚游埋嚟嗰時，就好似同我打招呼咁，感覺特別親切。我亦嘗試穿梭大大細細嘅珊瑚礁，有同一大堆魚群一齊游。嗰一刻，我就發現海底係一個充滿生命力嘅世界。特別睇住各種海洋生物喺同一個環境下生活，就發現造物主創造嘅世界，無論喺陸地或者係海洋，都係有秩有序，大家都可以好和諧咁生活。潛水員話：而家嘅紅海入面，仲有超過成1000種嘅魚類未界定品種同埋名。若果去到唔同嘅潛水區，仲可以睇到一個佈滿軟珊瑚嘅沉船，有大量嘅魚類喺嗰度聚居添。因為落去下低咧，落得好淺水嘅，所以咧見到唔係好多魚，啲魚都唔係好大條，但係咧好靚啲嘢就係去到好多種唔同顏色啦。我見到一條魚係七彩嘅，會一笪唔同顏色，有好靚嘅珊瑚啦，好想去摸佢，但係唔俾摸，原來唔俾摸嘅。唉，好好啊！我其實可以再落深啲嘅，我下次會落深啲。以色列積極延續紅海得天獨厚嘅海洋生態，令珊瑚同埋魚類呢個生活天堂唔受任何改變之外，仲利用海豚擔當親善大使角色，將紅海嘅海洋生態保育概念透過旅遊領域推向世界。呢個喺紅海南灘嘅海豚礁，而家有9隻海豚。為免海豚之間出現爭風呷醋嘅場面，所以當中只有1隻男性海豚。喺10年前，呢批海豚可以自由喺紅海水域活動，旅客亦都可以任意接觸海豚。但可惜人類唔愛惜呢種自由交往，反而亂餵魚類，甚至俾佢哋飲汽水，危及海豚性命之餘，仲剝奪埋佢哋嘅自由。喺3年幾前，紅海被分劃出海豚活動區域，以免海豚陷入瀕臨絕種嘅危機，仲特別設計浮台，俾遊客近距離欣賞海豚精彩嘅表演。
若果想同海豚一齊喺紅海潛水暢泳，都唔係一件難事，只要俾港幣500幾蚊，喺專人帶領下就能夠實現呢個與海豚共舞嘅夢想。透過遊客同海豚喺海洋世界嘅接觸，令人了解到大自然嘅生態同埋海洋生物嘅獨特之處，學識珍惜呢啲寶貴嘅海洋資源。